台南市政府编列4500万的预算，采购上新的警用汽车44台以及机车280台，并依照各单位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车，不止车较有力阁较好，同时响应环保，嘛将一部分的车换成电动车，有效提升警察执勤的安全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训练精良的人员，配置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警用这个器械来维护治安。警用器械当然有包括车辆，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车辆是非常感谢检验署来这个配置给我们。警察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力量，市长感谢警察的辛劳。另外，针对日前市区公庙闹事的代志，市长嘛表示，警方真紧就处理好势，同时嘛向市民宣示维护治安的决心。近日来，台南市因为碰到一些外地来的这个人士一个从北，一个从中，都来台南的庙会里面滋事闹事，那警察发挥了很立即明快而且优势警力的方式来，一方面把滋事者逮捕，而且迅速移送法办，检察官也加以申请羁押。所以说，我相信从这里就看到警察维护治安的决心。有了这新的车辆，希望见警率会当提升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嘛将持续编列相关预算，更换相关警用设备、路口降线器等等，打造台南市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社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